联系本党，伊会继续互咱爱护、栽培、支持。今日要入法律。 了解细米的时间比我较久，细米的做人是安怎样，我唔免讲，我相信在座大家拢比我较清楚，对无？如果细米今仔日是要用什么来保护咱这个旧港的乡亲时代？秘书长的职位。 我即摆直接讲这个话，唔是以我党团，我拜托一个，我拜托，我甲你拜托啦！规个遮替我求大家原谅，我实在是绝对无假。 我的心肝惊，我的查某惊。各位乡亲，即摆已经真相大白啊！原来老细米今仔日退选，并唔是为着别项，继续支持细米好无？好！既然恁大家拢用行动表示。 要原谅伊，嘛要支持伊，咱就甲送你们入法院，好唔好？好！老细米，到选！老细米，到选！细米，细米，细米，到选，到选，到选！好唔好？真好！既然大家拢已经表明心意啊，人咧讲世间啊。 是上恶一个歹模样呢。方立祥，无你即摆是了白讲啥？是毋是黑白讲？有证据会当看。拉查嘞，马上来。是秘书长，是林佑基林啊哦。迄人挂起来哦，搁火烧猪头皮啦，面烧啊面色。而且这个人即马嘛伫咧现场，就是方立祥。这段鸦片是自己直接控制，嘛就是代志发生的真正过程。好佳哉提供白有目睭，互你所做的歹代志，全部都撇空啊！ 这人在高抓，是要去倒位？你要管啊你！来这套，这部已经过时啊！方立祥列位，伊涉嫌肇事逃逸，今马证据已经充分啊，请你赶快调来警察局接受调查。是我无犯罪，迄也不是假的。小警官，你莫听这人凊彩话讲，就讲是我做的。是毋是我白讲？请你赶快调来警察局接受调查，再来讲。你好，是。 别到方立祥这口不成造呀！医生，离开现场，马上来用。好。你刚才演好男主角伫遐咧等形容，咱嘛先表现一下。
方立祥，你免是要走？快点摆倒！两姐，我你车啥来开的啊？哇呀，你唔是讲该踢掉，莫互伊走去。啊，你即摆该拆掉了，含咱家己嘛拆掉了呀，门无法度开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即摆要安怎？挖苦啦！别走！给把苦！给把苦！给把苦！给我给！甲恁两个直接对上，减一个方立祥啊！也毋过我明明拄则有看到走到这边来，走到这边啊！这看拢拢也无地好美人啊！嗯，哇，问题莫甲超高高。做伊陪车啦！哇，啊无敢有可能美咧倒？敢有可能美咧？敢有可能美咧车？阿鲁那望沙天。敢有可能美咧？无敢有可能美咧车，臭到要死！是啊，伊若是伫咧内底，你足臭的，应该无可能吧？对啊，听这电话往时间搁要跳落来哦。我靠，咱人直接徛伤久，搁徛来真正喘起来，来别位吹啦，好，看，哦。来，进来吹，哦。立法委员方立祥稍早前大闹前夕，也是同一选区立委候选人刘世美的想要推卸责任的罪行，警方要以现行犯当场来逮捕，却因场面过于混乱而被逃脱。试过的标本是安尼需要的啊，对好你一颗粪扫多好尔。医生，
是要到你带迄个刺骨的角度甲速度拢袂歹，真正是不落急的。维密，你本这个灭火器的缺势嘛是足赞的啊。原来是你，李维密，你有够走来乱啊！我大啊，想叫你这只臭鸟气狠的乌走，阮只有拼性命来掠你，为民除害。你这臭鸟气！王立祥，你这卑鄙少年，竟然想放开！爱我个放开，你莫做梦啊啦！李伟明，你不是真高真厉害，骹手真紧，来啊！今摆看是我较紧，还是你较紧？等你退休死啊！医生，你踮遮照顾人，我来用。你看谁爷？好。先生，刘先生，马上看了小经我。是啦，方立祥，你根本就通行，紧放手。恁即摆是咧讲什么笑话？这是我的情某，煞一直要甲我拼选举，甲我对抗。啊，这是我的钱小三，若甲我钱骗走，搁会伫我的背后创空。恁即摆讲这个，我是安怎听恁的啊？方立祥，你唔通搁一错再错啊！你即摆放手，还阁有回头的机会啊！你搞对面，我原本啥物拢有。是恁两个，我嘛袂变到即摆呢。我唔甘愿，我即摆，我原本所有一切拢倒转来。方立祥，你较冷静，莫冲动，你搞对啊！你想莫过来啊！所有人，拢搞对啊！安尼我绝对让你后悔。对啊！谁一边啊？方立祥是天公啊，想要抓我，无可能啦！我绝对袂让你抓到。王一晨、李伟明，这条桥，我绝对会甲你走转来。一定要甲方立祥抓到。是。气死人有影，一个笨手，
命遐灵个，遮尔悬的所在跳落拢无代志，又够走去。小警官，多谢恁赶过来，要若无，我嘛无法度甲小月救回来，真正都多谢恁嘞。这是我应该呀。师妹，你有要紧吧？我无要紧啊，多谢你甲以前来救阮啊。是讲，恁会知影要联络小警官做伙来？无啊，阮无通知警察来呢。那你小警官，你哪会知影方丽祥要对阮不利，搁找人做伙来救阮？哦，那是因为我收到一个无名的简讯啊。迄简讯讲，方立祥会来这间餐厅找恁算账。我嘛唔知影到底是真还是假，所以我就来看卖。结果真正叫我拄着，但不过嘛是慢一步，叫走去。是讲，这个无名简讯是啥物人传的？我咧想应该是方立祥遐个人，互相咯咧甲对方冲康啊，所以才会传简讯互小警官，想要利用警方的力量来甲方立祥除掉。不管安怎，好佳在有迄个无名简讯，警察才会及时赶到伊啊。你有安怎无哈？哎，师妹。